来为着要让这个物品会当循环再利用，华山基金会长期回收民众寄付的这个二手物，但是志工所来发现讲，这个二手物内底有真侪是过期的营养品，也则是破旧的内衫裤，就安尼放等伫个基金会门口。因为志工的骹手本来就较无够，再加上爱处理这个二手物啊，讲真困扰。相片当中，基金会门口拢是二手的衫裤，连要行入去拢是问题。袋仔内底有一寡阁是捏着物件的内衫裤，互人看甲拢烦恼有卫生问题。华山基金会长期回收民众管的二手物品，毋过民众无经物品，连过期破弃的衫裤拢送来，嘛造成因的困扰。更多的加倍的人力跟时间来做整理，甚至去做一些丢弃的部分。五车站长表示，民众管的物件经过志工处理，会透过贩卖，或者是照时代的需求，互因使用。民众要管进前，除了爱经物件，爱整理清气以外，嘛希望民众会当先打电话去甲因问讲，敢阁有需要关物资，安尼才会当方便志工处理。要捐赠二手物资的话，可以先打电话给各个天使站，询问各天使站的需求，然后再来进行物质的捐赠。好，来，乡亲。